傳說未來有一班時空列車1911，專門返到過去拯救嗰啲瀕臨崩潰邊緣嘅人。只要你向時間之神祈求，列車就會出現，幫你刪除最痛苦嘅回憶。代價就係你永遠唔會再得到愛。人最大嘅煩惱就係記性太好。如果咩都可以忘記，你話幾好？最後24小時，我必須刪除佢哋。如果唔係，我會崩潰。你永遠唔會忘記我。你真係捨得忘記我？你真係可以忘記我？你點解要忘記我？自從舊年同太太分開之後，我就冇做記者，轉幫幾份報紙寫小說、專欄同廣告。為咗謀生，寫嘅都係風月文章，但竟然大受歡迎。好笑嘅係，讀者唔會想象到，作者夏飛
竟然係個太太就係初戀情人嘅男人。因為公寓環境太過局促，所以我鍾意四圍揾地方寫下稿。一日寫10幾篇風月文，單靠想像，我開始有啲乾塘，所以叫老張帶我去見識下咩係真實嘅逢場作興。慢慢我都鍾意咗逢場作興。喂，我睇過你啲文章，你真係叫夏飛？只係筆名，我真名叫魏宇航嘅。點解你寫親都係色情文嘅？唔怕俾人話你係鹹濕佬咩？其實我又真係幾鹹濕。你寫嗰啲究竟係唔係你嘅經歷？其實經歷同幻想，我已經分得唔係好清。